中国解放军地图威胁咱台湾，咱总统蔡英文今仔日专工去花莲视察第一线陆海空的国军的基地。中秋大家团圆，也毋过咱的国军爱守护家园，袂使放冷，所以总统伫今仔日冒去分中秋的加菜金。 用无同款的姿势，伫4、50秒以内完成实弹射击。陆军今年开始推行实战化射击训练，透过障界帮来布局实际战场复杂的环境状况。战斗的过程中，并不会只有一直固定在同一个点上做射击，可能会有接敌运动，或者是其他的方式。那过程中一定会喘，或者甚至要变换射击姿势。所以，我们今年开始推行这个实战化射击的训练。 总统蔡英文初6日透早来到花莲国军的南部营区视察训练状况，嘛勉励国军颁发中秋加菜金。谢谢总统，祝总统秋节快乐！嘿呦嘿呦，好威武，勇猛顽强，上！蔡英文连暝来到花莲空军基地，和国军兵官共桌食饭。空军马上礼物红仔加 F-16V 的帽仔给蔡英文。蔡英文伫致辞内底嘛特别表扬女性上尉会官周婉纯。像我们在座的周婉纯上尉，也曾在共机扰台之际，肩负起紧急升空拦截的任务。这证明不分性别、不分军种或岗位，每一位官兵都是承担 保卫国家的重责大任的一员。这2个月，中共解放军的威胁是愈来愈悬。蔡总统透过秋节的勉励，顶礼拜去到平湖，今仔日来到花莲，希望提升咱第一线国军官兵的士气。以上是记者林书豪、谢桂林伫咧花莲的采访报道。